台湾伫咧2018年已经成为高龄社会，专家表示，伫咧2025年的时阵，台湾会成为超高龄的社会，嘛因此可能会出现经济主动脉瓣膜狭窄问题的病例会产生。这个病伫咧早期是无症头的，随着愈来愈严重，会出现胸腔杂杂、喘不过气，或者是头晕，甚至是雄的死亡的状况。这个病目前无特别药物会当治疗，干乃会当透过手术来改善。这个主动脉瓣狭窄呢，唯一治疗的方式就是这个手术的治疗效果才会好。那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手术，所以呢，在这个近期呢就有新的技术，就是这个经过导管的主动脉瓣置换。那这个技术呢，就是可以不用开胸手术，可以不用心脏停止，可以不用体外循环，只要从这个属膝部的动脉经过导管将这个新的瓣膜呢放到主动脉瓣的位置上，然后呢这个在心脏稍微暂停的状况之下把它打开，那这样子手术就完成了。所以病人呢基本上是几乎可以完全没有什么伤口，然后也不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手术，所以手术后恢复会很快。那这个住院的时间缩短，那病人基本上也几乎没有痛感，所以对病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选择。奇美学中心心脏血管科表示，这个病大部分发生在咧65岁以上的长辈。传统的手术方式必须要切开胸腔，透过传统的手术，可能会产生较侪并发症，造成死亡率提悬。后来因为透过经导管主动脉瓣膜置换手术 TAVI， 互经济病人伫咧手术了，因为伤口较小，恢复时间较短，互病人会当更快速的来恢复正常生活。患者呢，我们会先经过事先的团队评估，所以包括病人的他的结构、他的病因、他的整个合不合适，团队的这个评估呢是最重要的一环。所以一般来讲呢，是比如说高龄，或者呢是开刀的风险比较高的患者呢，是优先我们建议这是一个很好的首选。那关于其他比较低风险的患者呢，事实上如果团队评估之后，如果认为合适呢，也是一样是可以做健保的申请，或者是说大家来做这方面的讨论这样子。TAVI 伫咧过去无健保给付的时阵，病人家己需要负担100多万的医疗费用。2021年2月开始，健保开始给付，适用伫咧80岁以上的高龄病人，或者是曾经有接受过心脏手术的病人。针对高风险的病人，嘛会当透过医疗团队协助申请健保的给付，互病人会当加一个新的选择，同时嘛会当减少患者伫咧经济上的负担。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